曾国藩一个家庭的心态看3个地方，给子孙的4条忠告，要记好点浏览人次496056撰文者网络文章分享标签，学习成长。亲子教育4月2015年发收藏。图片来源价值理念，决定家族命运。古人曾国藩的曾氏家族历久来长，盛不衰。其中曾国藩在家族的理念传承上有着重要的地位。曾国藩教育后代的理念对你的家族有很大的影响。赶紧来看看吧。赞助商连结。曾国藩看3世之家族兴衰。第一，看看子孙睡到几点，假如睡到日正当中的时候才起来，那代表这家族会慢慢懈怠下来。第二，看看子孙有没有做家务。子孙有做家务的习惯，代表家族有着勤劳的观念。勤劳劳动的习惯影响一个人一辈子，做事有这种习惯，家族必然兴旺。第三，看看子孙有无阅读圣贤经典。人不学，不知义，不知道。图片来源宦官魔咒胜不过3代。曾氏打破了畅游识海，可以看到胜不过3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很难逾越的魔咒。而曾氏家族却在抖音才层出不穷，出现了像曾纪泽、曾广军、曾广权、曾昭论、曾宪直等一代代杰出人物，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。曾国藩留给后代的4条遗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图片来源曾国藩给子孙的4条遗嘱，宜慎读，则心理平静、自我修养的道理，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。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，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以行善除恶，这是自己的表现。内心是不是自欺，别人无从知道。孟子所说的上无愧于天，下无咎于心。所谓养心，一定要清心寡欲。所以能够慎独的人，自我反省时不感到愧疚，可以面对天地和鬼神对峙，绝对不会有行为无悔恨而心却退缩的时候。人假如没有可以愧疚的事，面对天地便神色泰然，这样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。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，是最好的药方。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。2主静则身体强健在内，专一纯，在外整齐严肃，这是静的功夫。出门如虹，看见贵宾，对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样崇敬，这是静的气象。自我修养以让百姓平安，忠实恭顺而使天下太平，这是静的效验。聪明智慧都是从这些静中产生的。
庄重宁静则一天比一天强，安闲静纵则越来越懒惰，都是自然的征兆验象。如果不论人多人少，是大是小，都以恭敬之心相待，不敢懈怠，那么身体的强健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呢？三、追求仁爱，则人高兴读书学习，出天理之道大义所在，就有始后之后觉得人觉悟的责任。孔子教育人，莫大于求人，而其中最要紧的，莫过于欲利人，欲达人。人有谁不愿意自立自达？如果能够使人自立自达，就可以和万物争辉了。人有不高兴地恢复的吗？四、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。如果一个人每天穿的衣服、吃的饮食，与他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当，则看到的人会赞同他，鬼神也会加以称许，认为他是自食其力的人。倘若农夫之父终年勤劳，才能收获数担粮食数尺布，而富贵人家终日安逸享乐，不做一事，却每餐必是美味佳肴，穿地锦衣绣袍，高枕而眠，一呼待应，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，鬼神也是不赞同的。这样怎么能长久呢？古代的圣君贤乡，无时无刻不以勤劳自勉，为自己打算，则必须操习技艺，磨练筋骨，在困境中奋力前行，殚心竭虑，而后可以增加智慧，增长见识。普遍来源曾国藩的遗嘱，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。其子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才成应出仕，从事外交。曾纪弘一生钻研数学，孙子曾广军中进士后，终老翰林。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，曾氏后代子孙没有一个加入到行伍之列，甚至也极少有人出仕。曾家后裔可遵先祖遗言，远离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的政界军界，洁身自好，大隐于世，实现了曾氏家族长盛不衰、但有人才的遗愿。倘若曾国藩就全有之，也定会免虚汉受为孝的。文章来源这些人生道理，不仅是决定家族的兴盛关键，同时也是子孙修身养性的准则。现在就开始例行把好文章分享给朋友吧。www.moni.tw/notes/note/hyphen-detail.ask/notes/note-detail.ask/nib=1,700 and @medium=medium=campaign=nib_28,700_ web